现在理解啊，两个学习建议了啊，还给的2手东西可以忽然忽然就下，现在我们了，你对现阶段的建议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把就是当他们那个国外学，他那个家人呢，完全少，谁不样的？好来，你他们上简单一点的。也好，这是我真正的家族。也好，你来了，也好，这是我真正的家族。Amen.